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康养生频道，我是最关心你们健康的林医师。今天我们不聊那些生涩难懂的医学大道理，我们要来专门聊聊咱们台湾菜市场里最常见，也是很多婆婆妈妈篮子里常备的一样蔬菜，那就是茄子。一提到茄子，我相信大家脑海里马上就能浮现出那些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佳肴，像是热炒店必点的塔香茄子，浓郁下饭的红烧茄子，或者是夏天最开胃的凉拌蒜泥茄子。确实，茄子那种软糯绵密的口感，吸饱了酱汁之后，真的特别下饭，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而且在很多人的既定印象里，紫色的蔬菜好像都特别有营养，坊间都流传说它是血管的保护神，是抗衰老、抗氧化的顶级高手。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茄子的确拥有这些令人惊艳的营养价值。但是在我们专业医师的眼里，茄子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把双面刃。它既能养人，在错误的情况下也能伤人，特别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那些身体本身就有一些慢性基础疾病或者体质比较虚弱的人来说，茄子到底该怎么吃，能不能吃？这里面的学问可大了去了，甚至可以严肃地说，如果您吃不对，那就是在给原本就脆弱的身体找麻烦，甚至可能让原本的毛病加重。今天林医师就要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茄子咸为人知的另一面，帮大家避开那些90%的人可能都会不小心踩进去的健康陷阱。在正式开始今天这堂重要的健康课之前，如果您是真心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想通过日常饮食来调理身体、延年益寿，那请您先动动手指，在下方的留言区打上我要健康，或者是支持林医师自己各自，然后点一个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您的支持与互动就是我持续为大家制作优质科普影片的最大动力。好了，我们言归正传，让我们立刻开始今天的健康探索之旅。首先，我们必须先给予茄子应有的肯定位。什么大家都说茄子是血管的保护神呢？这主要归功于茄子里面藏着的3张营养王牌，尤其是那层紫得发亮的皮，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千万别小看它。这第一张王牌就是维生素 P， 大家平常可能对维生素 C、维生素 E 听得比较多，对维生素 P 可能感到比较陌生。其实它还有一个学名叫做芦丁。每200克的茄子里，大概就含有好几百毫克的维生素 P， 这个含量在所有的蔬菜水果当中，那都是属于名列前茅的佼佼者。这个维生素 P 对咱们的血管到底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呢？您可以把它生动地想象成是血管壁的加固剂或者是水泥。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中老年人的血管会逐渐片脆，弹性会偏差，就像家里用了几十年的老水管一样，遇到稍微大一点的水压就容易破裂渗漏。而这个维生素 P， 它就像是给水管涂上了一层保护膜，能增强毛细血管的弹性，防止血管破裂出血，降低微血管的通透性。所以对于那些担心高血压、担心动脉硬化，或者平时稍微碰撞一下皮肤就容易淤青的朋友来说，茄子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这第2张王牌就是花青素。大家看到茄子皮那个漂亮的深邃的紫色了吗？那个颜色就是来自于丰富的花青素。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天然抗氧化剂，它的作用就像是给身体进行一场大扫除，帮忙除锈。我们身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就是让我们变老、长皱纹、让细胞受损，甚至病变的罪魁祸首。而茄子皮里的花青素能帮我们清除这些自由基，保护我们的细胞膜，
特别是对咱们的大脑细胞和眼睛的视网膜都有很好的保护作用，能让咱们的脑袋转得快一点，预防老年痴呆，也能让眼睛明亮一点，延缓老花眼的发生。第3章王牌就是茄子里的钾元素和膳食纤维。钾元素是天然的降压药，它能帮身体把多余的钠离子排出去，这对于现代人吃太咸、口味太重导致的水肿和高血压有非常好的平衡作用。而膳食纤维就像是肠道的清道夫，能促进肠道蠕动，帮我们缓解便秘，给肠道减轻负担，把体内的毒素和废物顺利排出。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茄子简直就是完美的蔬菜，恨不得每顿都煮来吃？先别急，刚才我开头就说了，凡事都有两面性。茄子虽然营养丰富，但它在中医的药理理论里有一个非常鲜明的性格，那就是它的性质是寒凉的。这个寒凉该怎么理解呢？您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身体里的灭火器，或者是降温剂。如果是在炎热的台湾夏天，大家容易上火，心里烦躁，口乾舌燥，这时候吃点茄子确实能清热解暑，让人觉得清爽舒服，就像大热天喝了一杯冰凉的青草茶一样畅快。但是如果您的身体本身就像是一个火力不足的小火炉，平时就怕冷，手脚冰凉，这时候您在吃这种寒凉性质的茄子，那就等于是在微弱的火苗上浇了一盆冷水，甚至是一桶冰块，会让您的身体更寒，阳气更虚，抵抗力更差。我之前在门诊就遇到过一位退休的张老师，因为夏天特别喜欢吃凉拌茄子，觉得清爽开胃，结果导致原本的胃寒毛病加重，天天拉肚子，脸色苍白，这其实就是没吃对。所以说茄子本身没有错，错的是我们如果不了解自己的体质，盲目跟风乱吃一通，那就可能适得其反，把补品吃成了毒药。那么到底哪些人是不适合吃茄子，或者说在吃茄子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谨慎的呢？林医师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为大家总结了3类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身体情况，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第一类人就是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人。这一类朋友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特别怕吃凉的东西，稍微吃点凉拌菜、生鱼片或者喝口冰水，胃里就觉得发冷，隐隐作痛，接着就要跑厕所，而且平时的大便总是不成形，像稀泥一样，甚至吃什么拉什么。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说明您的脾胃功能比较弱，身体里的阳气不足以温暖脾胃，无法很好的运化水谷精微，消化能力很差。这时候如果您在吃性寒华丽的茄子，就会加重脾胃的负担，让寒气更重，导致腹泻、腹痛更频繁，长期下来会导致营养不良。对于这类朋友，我的建议是茄子尽量少吃，如果实在想吃，一定要煮熟煮透，而且最好加点生姜、大蒜这种温热的辛香料来中和一下寒性，千万不要吃凉拌茄子。第二类人就是阳虚体质，特别怕冷的人。这类人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阳虚呢？您可以观察一下，如果您不管穿多少衣服，秋冬季节手脚总是冰凉的，握起来像冰块一样，晚上睡觉都暖不热被窝，而且特别怕风怕冷，稍微降点温，别人穿薄外套，您就得穿很厚的羽绒服。平时也没干什么重活，但就是觉得累，不想说话，不想动弹，爬个楼梯都喘不上气，这多半就是阳虚体质。阳气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就像天上的太阳一样，如果体内的太阳能量不足，身体的各项机能就会运转缓慢。茄子的寒凉属性会直接消耗我们体内本就稀缺的阳气，让您觉得更冷、更累、更容易感冒。
所以这类朋友对茄子最好是敬而远之，偶尔尝个味道可以，但千万别贪多，更不要当作主菜天天吃。第三类人就是体内痰湿比较重，经常咳嗽痰多，胸口发闷的人。这类朋友的表现是头昏脑胀，感觉头上像裹了一条湿毛巾一样不清爽，早上起来要清半天嗓子，吐出来的痰是白色的，或者是比较粘稠的，有时候就算没感冒也会前咳几声，而且舌头伸出来一看，舌苔白白的厚厚的，甚至舌边有齿痕，看起来油腻腻的，这就是典型的痰湿体质。中医认为湿气是万病之源，如果湿气排不出去，就会聚集成痰。茄子虽然能通便，但它有一种华丽的性质，这种性质对于痰湿体质的人来说，容易助长体内的湿气，导致痰越来越多，咳嗽、胸闷的症状加重。特别是那些有慢性支气管炎或者是哮喘的老年朋友，吃茄子更要谨慎，最好是在病情稳定的时候少吃一点。如果是急性发作期，那就绝对不要吃了，以免雪上加霜。说完了哪些人不能吃，咱们再来说说茄子的搭配禁忌，这可是非常重要的知识点。有些食物单吃都没问题，但如果凑在一起吃，那可能就是1+1大于2的危害了。这可不是迷信，这是经过科学验证和中医理论支持的。今天林医师要重点提醒大家2个绝对不能踩的雷区。第一个绝对不能一起吃的搭配就是茄子加螃蟹，这简直就是饭量界的王炸组合。很多朋友觉得吃饭要有荤有素，台湾秋天螃蟹肥美，蒸一盘清蒸螃蟹，再配一盘红烧茄子，觉得挺丰盛挺享受。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螃蟹是大寒之物，它的寒性比茄子还要强烈，而茄子本身也是凉性的，这2种东西一起下肚，就像是给您的脾胃连浇了2大盘冰水，会让脾胃瞬间冻僵。功能强健的年轻人可能会肚子疼、拉肚子，跑几趟厕所就算了，但对于体质虚弱、年纪大的老年人来说，可能会严重损伤脾胃的阳气，好久都缓不过来。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螃蟹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一种叫普林 （purin） 的物质，而茄子里含有比较多的草酸和一种叫单宁酸的物质。这个单宁酸会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让您吃了昂贵的螃蟹也不吸收，造成浪费。而且茄子里的草酸还会和螃蟹里的钙结合，形成一种不容易消化的沉淀物，这不仅影响钙的吸收，长期下来还可能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更可怕的是，对于有痛风或者尿酸高的朋友来说，这个组合就是导火线，很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让您关节红肿、热痛，疼得受不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吃螃蟹的时候千万别点茄子，如果吃了茄子，最好隔上1天再吃螃蟹，千万别让它们在肚子里碰面打架。第2个需要避开的搭配就是茄子加冬瓜。冬瓜也是我们台湾夏天常吃的蔬菜，煮冬瓜、颗粒汤、冬瓜茶，它能利尿、消肿、清热、解暑。但是冬瓜和茄子一样，也是典型的寒性蔬菜。如果一顿饭里您既吃了茄子，又喝了冬瓜汤，那就是双倍的寒凉叠加。特别是有些朋友夏天喜欢喝冰镇饮料，一边吃着凉拌茄子，喝着冬瓜汤，一边还喝着冰啤酒或者冰饮料，这对脾胃的伤害是巨大的，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这会导致寒气在体内堆积，转伤阳气。吃完之后，您可能会觉得肚子胀、消化不良、不想吃饭，还浑身没劲，这就是阳气被透支的表现。所以如果您是脾胃虚寒或者阳虚的朋友，一定要避免这个双重寒凉的搭配，
以免伤身。讲了这么多禁忌，可能有的朋友会开始担心问我，林医师，那茄子我还能不能吃了？被你讲的我都不敢买了。当然能吃，茄子依然是我们餐桌上的好菜。关键就在于我们要学会用智慧去吃，学会用温热的食材来中和茄子的寒性，学会用科学的烹饪方法来保留它的营养。下面林医师就教大家3个黄金搭配，让您吃得健康、美味又安心。第一个黄金搭配就是茄子加大蒜，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俗话说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其实吃茄子更是离不开蒜。大蒜性温，味道辛辣，它就像一个小太阳，能中和茄子的寒凉之气。而且大蒜里还有一种叫大蒜素的东西，有很强的杀菌、消炎作用，能保护我们的肠道，预防肠胃炎。茄子里的膳食纤维能帮我们通便，这2个加在一起就是肠道的守护神。但是大家要注意，大蒜怎么吃才有效呢？一定要把它捣碎成蒜泥，然后放在空气中静置10到15分钟，让大蒜素充分氧化释放出来，这样效果才最好。我们可以做一道台式的蒜泥蒸茄子，把茄子洗干净，不要削皮，切断整根蒸熟，然后把捣好的蒜泥加上酱油膏、醋、香油拌匀，淋在蒸好的茄子上，这样既保留了茄子的营养，又中和了寒性，非常健康开胃。第2个黄金搭配就是茄子加姜，姜大家都知道是暖胃驱寒的神器。中医常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姜温热的性质能驱散脾胃里的寒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增进食欲。茄子有点凉，容易刺激胃，配上姜刚好寒热平衡。我们在做塔香茄子或者一般的炒茄子时，可以多放一点姜片或者姜末，先用油把姜爆香，激发出它的暖性，然后再下茄子，这样从源头上就中和了茄子的寒气，特别适合那些胃口不好、容易胃胀、消化慢的朋友。第3个黄金搭配就是茄子加辣椒，再撒点葱花。这个搭配不仅颜色好看，红的、绿的、紫的，看着就有食欲，而且在营养学贺中一上也是绝配。辣椒是温热的，能开胃除湿，促进血液循环，让人发汗驱寒。葱花也是温性的，能通气散寒。它们和凉性的茄子搭配在一起，就像组成了一个升温小分队，层层化解茄子的寒凉。而且辣椒里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和茄子里的维生素 P、花青素配合，抗氧化效果更好，是美容养颜的好菜。不过辣椒的量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定。如果平时爱吃辣，胃口好的可以用鲜辣椒；如果脾胃比较弱，怕辣的可以用一点甜辣椒提提味，取它的温性就好。不要放太多，以免刺激过度。除了这3个黄金搭配，还有2个吃茄子的重要准则，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这关系到食品安全和营养吸收。准则1就是茄子必须彻底做熟，千万不要吃生的或者是半生不熟的茄子，因为生茄子里含有微量的生物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龙葵碱 （solanine）。虽然含量不像发芽的马铃薯那么多，但如果吃多了或者对它敏感的人吃了，还是会刺激肠胃，引起恶心、呕吐、喉咙发痒等不舒服的症状。而且生茄子的寒凉性是最强的，只有通过高温烹饪，譬如蒸煮、红烧，才能破坏这些微量的毒素，同时降低它的寒性，让它变得更温和、更安全。所以那些西式料理里的烤茄子沙拉，有时候如果烤得不够熟，中间还是硬的，建议中老年朋友最好少吃，以免肠胃不适。准则2就是坚决不要削皮。我发现很多朋友做茄子喜欢把皮削掉，觉得皮硬影响口感。
或者担心皮上有农药洗不干净，这可真是太可惜了，就像把金矿当废土扔掉一样。刚才我们讲了，茄子最宝贵的维生素 P 和花青素，80%都集中在皮里。您这一削皮，等于把营养全扔了，只剩下白白的茄子肉，营养价值大打折扣，实在是暴殄天物。如果您担心皮上有农药残留或者脏东西，可以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几遍，或者用软毛刷轻刷洗表面，甚至用碘蔬果清洁剂洗干净就可以带皮一起煮，这样才能吃到茄子完整的营养，获得最好的保健效果。最后，林医师想跟大家好好说几句心里话。养生的本质其实就是4个字：知己知彼。知己就是了解自己的体质，是怕冷还是怕热，是虚寒还是强壮。知彼就是了解食物的性格，是寒凉还是温热。我们不是说不能吃那个，不能碰这个，如果什么都不敢吃，那生活还有什么乐趣？我们要做的是用智慧去平衡。就像我们知道茄子凉，那我们就多放2瓣蒜，多加2片姜，用温热去中和寒凉。这看似微小的调整，其实就是大智慧。它能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守护好我们的脾胃和健康。特别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身体的机能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强壮了，经不起折腾，更需要在饮食上多花一点心思，多一份细心。同时一定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如果您吃完某种东西，感觉肚子不舒服、胀气或者是拉肚子，那就是身体在给您发信号，告诉您这个东西可能不适合您，或者是吃法不对。这个时候就要及时调整，不要硬撑。希望今天林医师分享的关于茄子的这些知识，能实实在地帮助到大家，让大家以后在菜市场看到茄子的时候，心里能有数，知道该选什么样的回家，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搭配才最健康。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把它转发给您身边的家人朋友，特别是家里的老人，让他们也了解这些知识，让更多的人学会如何健康，放心地享受茄子的美味。健康生活从每一顿饭做起，关注我，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是林医师，我们下期影片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喜乐。